我市各級領導吩咐各鎮開展新春送溫暖活動。春節旅遊市場日漸升溫。你好，歡迎收睇台山新聞。下面係新聞嘅詳細內容。又係一年春節到，群眾冷暖記心頭。連日嚟，我市各級領導深入基層，採取入農戶、到田頭、進家門等方式，開展各式各樣嘅新春慰問活動。重點探訪老黨員、退伍軍人、單親兒童及困難家庭，幫助佢哋解決實際困難。2月3號，市委副書記李建慈到港海鎮屯村、旗石、中興專委會探望慰問困難老黨員，詳細了解老黨員們嘅生活狀況，鼓勵佢哋堅定信心、勇敢面對困難，依靠黨同政府嘅富民政策，努力改善生產同生活條件。近日，市委常委、紀委書記何國航到涌樓鎮前鋒西坑村委會探望慰問廖瑞強、陳秀芬、曾振超3位困難老黨員，為佢哋送上節日慰問品同慰問金。2月5號，市委常委、組織部長葉永超到都復鎮南村專委會，對部分困難老黨員、復退伍軍人及扶貧雙到對象開展春節送溫暖慰問活動，為佢哋帶去黨同政府嘅關懷同新春祝福。2月5號下晝，市委常委馬炳高到海燕升平村委會探望慰問困難黨員鄧海良、吳錦榮，向佢哋送嚟春節慰問品同慰問金，並送上節日嘅祝福。本台記者綜合報道。今日上晝，市領導帶隊到市殯儀館開展慰問活動，向喺殯葬一線工作嘅職工們送上新春嘅問候。喺過去一年，市殯儀館不斷完善基礎設施，提高服務水平。全體工作人員喺特殊崗位上認真工作，兢兢業業服務社會，各項工作得到社會嘅肯定。慰問團對市殯儀館嘅全體工作人員喺過去一年嘅表現給予咗較高嘅評價，表揚佢哋喺特殊崗位上艱苦工作，勇於奉獻，為社會作出咗較大嘅貢獻。希望今後繼續執行好國家殯葬政策，提高服務水平。本台記者黃宗元報道。新春佳節臨近，為咗保障節日期間廣大人民群眾嘅健康安全，營造同維護良好嘅消費市場環境，琴晚下晝，市打假辦組織各成員單位開展節前聯合執法檢查行動，對食品藥品同農副產品等開展專項檢查，嚴厲打擊各類質量違法、短斤缺兩行為。今次聯合執法檢查嘅對象都係同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嘅消費品，包括食品、藥品、保健品、農副產品、捲煙、液化石油氣、電器等，涵蓋生產、加工、批發各個環節。重點檢查液化石油氣質量安全係咪達標，食品係咪有短斤缺兩行為，藥品嘅商品條碼係咪齊全等，包括商品市場准入標誌、商標、標識、質量、計量等。檢查發現，我市消費品市場整體較好，質量、計量、標識等都基本達標，但都存在部分市場銷售嘅預包裝食品未標注 QS 認證標誌，藥品市場銷售嘅保健食品標識標注唔夠規範，貨品嘅擺放唔係專貨專櫃，索證索票唔齊全等。對存在嘅問題，執法人員當場責令業主即刻整改，嚴厲打擊各類製售假冒偽劣商品嘅違法行為，確保春節期間嘅消費品質量安全。本台記者劉洋、實習生葉玉元報道。記者了解到，今年春節期間旅遊市場火爆，唔少市民選擇成家出遊泰國、韓國，而開通冇幾耐嘅貴港高鐵沿線景區都成為國內遊嘅熱門選擇。業內人士提醒，春節期間出遊要趁早預訂，節後錯峰出遊更經濟。一啲旅行社負責人介紹，按照今年春節嘅假期安排，旅行社將2月16號至2月25號期間劃定為春節旅遊嘅黃金時段。目前春節期間出境遊嘅報名已經接近尾聲，國內線路仲未到報名嘅高峰期。同平常相比，今年春節期間報名參團嘅人數增加咗30%，而同往年嘅春節相比，報團嘅人數持平。不過，隨住春節旅行高峰嘅來臨，機票、酒店等價格上漲，
國內熱點地區旅遊線路出遊費用漲幅較大。國內線路喺春節期間漲幅最高嘅係東北線路，而國外線路則以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嘅漲幅最明顯。今年的春節的價格跟往年春節的價格呢相比，基本那個漲幅是持平的。但是呢，跟那個平時的價格相比的話呢，那個漲幅，譬如國內油價大概有30%，出境遊呢大概是40%左右。目前境外最火爆嘅旅遊目的地係泰國，剩餘嘅名額唔多，價格較為平穩。國內線路方面，隨住舊年年尾貴廣高鐵嘅開通，唔少人都選擇以貴州、桂林、賀州等高鐵沿線城市作為新春之旅嘅目的地。按照春節期間嘅住宿等條件嘅唔同，報團價格一般喺2000至到4000蚊嘅範圍內。記者從旅行社了解到，大年30、正月初1、正月初2呢幾日係市民出遊嘅高峰期，旅遊價格相對會較高。業內人士提醒，如果春節假期比較靈活嘅市民，完全可以考慮錯峰出遊。如果呢，大家想那個錯峰旅遊的話，不想在那個人那麼多，或者那個價格沒那麼高的話呢，選擇年初7之後出遊也是一個好的一個選擇，因為那時候的價格會比較優惠，還有人沒那麼多。本台記者林斌、實習生陳翠雲報道。近日，由我是女澳門著名實業家、慈善家曾煥堂先生捐資近1000萬元人民幣興建嘅斗山曾煥堂體育館正式投入使用。斗山曾煥堂體育館係我市2014年重點建設項目之一，項目於2013年嘅6月開工建設，經過年幾時間嘅建設，今年1月中旬已經全面竣工。斗山曾煥堂體育館係一座封閉式嘅多功能體育館。建築面積2800幾平方米，樓高16米，擁有2000幾個座位。座位圍繞運動場嘅四周。體育館配套齊全，設計新穎，擁有先進嘅通風系統、消防系統、計分顯示屏，配備有排球柱、乒乓球台、羽毛球架、室內照明、路燈照明、應急指示等，可以開展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體育賽事，以及舉辦集會、文藝演出等文體活動。綠化方面，喺體育館嘅周邊種植咗海藻樹、羅漢松、樟樹等，同時添置咗唔少嘅花壇。春節期間呢，我們會在這裡舉行一個男子的9人排球賽，預計估計是在年初1和年初2兩天，白天舉行。晚上呢，我們會有一個乒乓球賽的一個賽事，這樣子呢，我們就利用我們這個新建的體育館呢，為我們斗山鎮的人民呢，豐富一下我們的文體，就是娛樂生活，也增加一下那個節日的氣氛。斗山曾煥堂體育館嘅建設，填補咗斗山鎮冇大型綜合體育館嘅空白，為名鎮名村增加咗一道亮麗嘅風景線。目前，斗山鎮已經安排咗多場精彩嘅排球比賽，將喺春節期間喺呢度上演。本台記者張志強、張旭報道。下面請睇簡述。白沙廣播電視站報道，琴日下晝，白沙鎮召開2014年經濟工作總結表彰大會，部署今年經濟社會各項工作，提出2015年要着力揸好服務、揸好規劃、揸好項目上馬等工作，為今年經濟發展再上新台階，打下堅實嘅基礎。新聞播送完，想了解更多新聞資訊，請登錄百科網3w.tsbtv.tv 或者掃描關注百科網微信。稍後入百風山下，再會。新春台山行，記者先探營。過年浸溫泉，健康又未睇。快遞小哥要休假，春節網購要揸緊。